那个白衣巫师，他就是。他是谁？他就是。住手！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呀呀！小蘑菇，小蘑菇，过来，过来！扶我起来，娘娘。让我靠着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周妃娘娘，周妃，日月神鼎的秘密在使女图中，那个白衣巫师，他就是。他是谁？他就是。他是谁？周妃。道长，道长抓到庄妃了。我要见太后。你是说，是有人控制了庄妃的蛊虫，然后利用贾里妃扰乱宫闱，实则是为了找到日月神鼎？正是。这个人是谁？眼下还不清楚。小道已经与其交过手了。此人蒙面白衣，巫师装扮，善使一帮妖术，非善善之辈。而且他对宫廷的地形了如指掌，料想此人应该在宫中潜伏时日已久，只是小道道法尚浅，未能将他擒获，还连累庄妃。哀家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不必过于自责。在后宫之中尸骨也是宫中大忌，庄妃之死也是她咎由自取。只是这白巫师始终是宫中祸患。天目通，哀家命你留在宫中，查找他的来历，一定要将此人揪出来。小道遵旨。还有，日月神鼎之事一定要严守秘密，切不可张扬出去。是。主人，
查出什么了吗？庄妃死的时候告诉天木头，日月神鼎就在仕女图中。仕女图？主人，没事儿，休养一段时日就好。那咱们接下来的计划是？接下来就是把日月神鼎的消息去告诉六王。告诉六王？我正好需要休养一段时日，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好活动活动筋。是。下去吧。仕女图。你总算是来了。这么晚叫本王进宫有何事？你不知夜间进宫有多危险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庄妃的死，你知道了吗？庄妃死了，定是做了他人的替死鬼。这个我从宫中也听到一些耳目。这后宫中不止一股势力，我看这后宫啊是不太平了。那是自然啊。那你手下都没了，我们怎么跟他们斗？这我早有准备。哦，不就是死几个兵吗？死就死了，再顾就是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去哪儿找忠心耿耿的人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请了一批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。哼，那是甚好。趁皇上出宫，你得好好把握这个大好时机。不过，你手下的人可别出什么差错。放心好了，定不会出什么差错。我是在想，宁妃，我们要不要把她给……哎，没这个必要。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找到日月神鼎。如果皇子降生，哎，如果那股势力也是为了仕女图，他们定不会让宁妃肚子里的皇种出生。更何况，只要我们找到神鼎，那皇子不就是个摆设而已？只要你安排周全就好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件事。嗯？什么事？现在后宫已经乱了，我怕这个时机有人针对我，我的侍卫不能保我安全。放心好了，本王必定保你周全。什么人？啊，皇后娘娘。本宫有事，你先退下吧。啊，是。山呐，你看什么呢？你转过来。你是谁？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做梦了吧？没什么。困死我了！哎，我也困呐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李公公呗。不会吧？那他为什么老是让咱俩守夜呀？哎，这不是人手不够吗？干什么呢？走啊！你后面什么东西？你别吓我啊！看见什么了？啊！没事，别怕，是个女鬼。你个死鬼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什么声音？鬼呀！
南书房。主人，南书房的动静如何？没有任何动静。不过我已经有意调离了部分南书房的人手。天牧童呢？也没有动静，就在住处。本以为庄妃死后他就会离开皇宫，但是没有想到太后硬是把他留了下来。看来天牧童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任何办法把他调离皇宫。鬼？正是，南书房闹鬼，还丢了东西。都丢了什么了？仕女图。天牧童到。参见太后。天牧童，云指挥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先回答他的问题吧。不知道云指挥有何见教？小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是吗？那交出来吧。什么？仕女图。仕女图？哼，少装糊涂，赶紧交出来。小道确实不知，还请云大人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南书房失窃一事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不知道。你们俩告诉他。启禀云指挥，昨夜我和喜鞠公二人照例在南书房值班巡夜，忽然一阵妖风大作，这南书的房子门自己就开了，那仕女图就像长了脚一样飞了出去。当我们再去看时，那图上的人冲我们眨眼睛呢，奴才们当时都吓晕过去了，请太后恕罪。天牧童，这一下你还有什么可说吗？云姑娘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南书房失窃一事与我有关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昨天3更半夜看到你鬼鬼祟祟的进入南书房。再说了，这装神弄鬼本来就是你一贯的伎俩。这图被盗之事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哼，那也就是说，昨天在南书房外不止我一个人，云大人也在。我那是跟踪你去的。哼，云大人3更半夜在宫里行走，跟踪一个男人，不知道云姑娘所欲何为啊？我奉旨夜巡，看到有人鬼鬼祟祟跟踪缉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出现在南书房，难道是散步？正是散步。太后，你看他。天牧童，你说不是你盗的图，可得有依据。敢问2位公公，昨天你们大致看到仕女图飞出来的时候，是几更？是2更左右。2更。那敢问云大人，昨天你在南书房看到我是几更？是2更3刻。2更的时候，我正在书房里面打坐，这一点小蘑菇可以为我作证。你简直就是狡辩，谁都知道你可以入定神游。再说了，谁知道那屋里是不是你的幻身呢？太后，
侍女图遗失一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请太后下旨，让小道去彻查此事。这样吧，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之内找不回侍女图，你就无法自证清白了。小道遵旨。只是小道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此事蹊跷，小道分身乏术，独木难支，还请太后派给我一个帮手。说吧，你想要谁？这位足智多谋的云大人。太后，准了。小道先行告退。臭道士，你给我站住！臭道士，我问你，你自己犯的错误，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？奉旨查案，不是你们锦衣卫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那得分什么事儿吧？哼，凡是宫里的事情，您就都得负责。你就逞口舌之快吧，看你3天之内交不出图，你怎么办？3天之后交不出图，你我一起受罚。你。不知于大人前来有失远迎。天目道长，我不请自来，是我缺了礼数。请。不知于大人前来造访，所为何事？我听闻侍女图被盗了。哼，于大人当真是消息灵通啊！哈哈，于后宫中事，我一向是关心的。恐怕于大人关心的不只是侍女图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恐怕于大人真正关心的是日月神鼎。道长是如何得知啊？实不相瞒，庄妃死前曾经告诉过我，这侍女图中藏有与日月神鼎有关的秘密。正是。敢问于大人，这侍女图到底是何宝物？还请于大人详细说来。皇上宠爱李妃，便找人画了她的画像，并把日月神鼎的秘密一并画入画中。李妃死后，这侍女图便放在了南书房内。那如此说来的话，李妃的死很有可能与这侍女图有关。皇上出征前曾秘密地交代我，当年李妃之死，朕一直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您怀疑李妃之死还有隐情。不愧是朕的首辅大臣，朕的心思你都明白。请皇上放心，臣一定替皇上查明真相。当初圣上为了保护李妃的安全，在他的宫中安置了一文一武2位太监。这位李公公是文太监，李妃死后，他便被安置在南书房任职。另外一位公公姓陈，武艺高强。李妃死后，这位陈公公便得疾病暴毙而亡。那如此看来，这南书房失窃一事，想来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日月神鼎若是落入了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，朝纲必大乱呐！程大人，你说这封条一贴，兄弟们又得看守好长时间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？我倒是想啊，事关重大，出了问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是，要不给你弄点喝的去？你说每次为什么都是咱2个人被使唤来使唤去呢？哎，现在整个锦衣卫都在南书房当差，也只能用咱俩去当佣人了。奇怪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踪咱们？还站着干嘛？赶紧把酒送回去，咱俩就可以开溜了。赶紧走。走。
哎，这酒是你的吗？给我点。锦衣卫的酒你也敢抢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啊！赶紧给我拿来！哎，怎么打人啊？哎，小姑娘劝酒。哎，住手！酒拿过来。喝嘛。哎，关爷，听说他有神经病，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？去！爷，把他给我管好了，下次再让我碰上，饶不了他。一边去！疼啊！起来吧！哎呀，怎么着你还要碰瓷儿啊？还要快起来！嘿，你还不乐意了？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他不就是那个平日里在宫中无所事事，整天晃的那个老糊涂？哎，站住！不看看我们是谁，你们也敢拦？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王大人啊！不好意思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进去。更何况，你谁也不是。那你是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了？哎，那可不敢，这大帽子我可戴不起。那还不赶紧让我们进去查看？还是不行。莫非王大人不把太后的遗旨放在眼里吗？你走。让天目童负责此事，正合我意。没想到他非得把我扯进来，本想借着太后3日之期把他逼出宫去。我倒希望天目童能亲手找到仕女图，而你一定要全力配合他。等图找到，我们再伺机夺图。明白。这下该六王着急了吧？不管天目童是否能找到仕女图，这盘棋我们都占了先手。这些天我们就先不要联系，必要之时，我们用纸鹤联系。本想这庄妃的案子完了，还能休息个几天，没想到碰到这事儿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本想进宫混口饭吃，没想到这么累。参见于大人。怎么样？回禀大人，属下一直守在这里，没有人来破坏现场。林大人，放心吧，有兄弟们在这守着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是。不是说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吗？走。这人是谁？这人我认识，就是南书房一打杂的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经常到处耍酒疯。把他给我弄醒。是。懂了。是。住手！臭道士，你又想干嘛？我倒想问问云姑娘，你这么独行拷打一个老人家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老东西擅闯南书房，把东西弄得满地都是，现场都被他破坏了。
哎，师傅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老糊涂，在南书房做劳务的，天天喝酒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一点人样都没有。你看，他就这样，你看。原来是个疯子啊！看来你们锦衣卫也只会欺负一些喝醉的疯子而已。这南书房是重地，任何人私闯都要重罚，无一例外。更何况现在是案发重地，更需要保护。可是他闯都闯了，你们还能怎么办呢？云姑娘，依我看，宁儿把他放了。这件事情闹得动静这么大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而且是你们锦衣卫所管辖的地方，让一个喝醉的老人家闯进来，很没面子。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把他放了。云大人，云大人，还不能放了他。为什么？南书房不见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不见了？在书柜顶端，曾经摆了2幅字画，但是现在地上也没有，桌子上也没有，还有一块砚台，也不见了。走。等等，云姑娘，你看，从他身上你能搜出些什么呢？说，东西藏哪儿了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赃物不可能轻易的被转移掉，所以我断定，不是他。把李公公请来。好辣呀，这个酒！哎呀！嘘！一共少了几样东西？一共14件。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皇上平时喜欢的字画、砚台、玉扳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套绣像版的《金瓶梅》，别的没了。那怎么不早说？我平时只操心这仕女图来着，没有仔细检查。那些东西是和仕女图一并被偷走的，还是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那你得问他们。说。或许是昨夜盗图的鬼魂顺手捎走的。爹，当时我们吓得什么都不敢看，我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。那怎么你2人只知道仕女图被盗了？因为仕女图比较明显。哦，那这些东西也是和仕女图一样飞走的吗？仕女图不会飞。把他们2个给我拖下去！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云大人，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云大人，我们没有撒谎啊。于大人，这个老东西怎么办？哎，别笑，干！把他放了。是。别笑了，把他放你走了。快走吧，快走啦，回去洗澡啊。云姑娘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哎呦，哎，师傅，我是觉得啊，咱们真得谢谢这个老糊涂，要不是他这么一闹啊，咱们还不知道南书院丢了东西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有长进。哎，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夸我啊！一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学习能力强，你还不信呢。陈公公死得蹊跷，棺椁中根本就没有公公的尸首，他家的祠堂里根本就没把陈公公的牌位供进去，所以陈公公可能就没死。这个老糊涂可不那么简单啊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
屠宰场勾住的。范公公，要不您先来？不要！慢着，天木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云姑娘，我觉得这2位公公他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应该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说不说谎，用刑就知道。我们锦衣卫办案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，还等什么？云姑娘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出去，借不说话？哎呀，师父，天木童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跟太后要求了，我们协助你办案，现在我们来审问太监，你又来多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审讯没错，但方法错了。3目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你什么意思？说人话。可能是说，用刑就会得到答案，可能是刑具是用木头造的，3目是刑具的统称。那我没错。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用错误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。如果受刑人承受不了痛苦，胡说一气，那办案岂不是耽误了？师傅说的对。你行，你来。我自有办法让他们2个人开口，但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云姑娘不要插手。不要插手！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程大人。是。照我说的去做，这里就先交给我。好。站住！云大人。你怎么出来？天目道长，不是，那妖道让我去查昨天晚上出宫的人。去吧。是。嘿嘿。去拿2个凳子来。去。陈大人，皇后找你过来说话。你们先去。参见皇后。一副急匆匆的样子，这是干嘛去啊？回皇后，属下正要去守卫处查昨夜出宫之人的名录。哦，是南书房失窃的案子吧？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云大人和天目道长正在审问。是谁？是南书房的值班太监。值班太监？行了，去吧，公务要紧。谢皇后。对，道长，昨晚真是鬼怪作祟。道长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会给你们做主的。他们那些锦衣卫啊，向来做事不动脑子，就是武断，擅长屈打成招。我刚才要进来的晚一点，你们2个可现在都变成肉泥了。再说了，2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公，又不会什么法术，怎么可能搞出弄鬼那样的事情？真是不动脑子想想。哎，干嘛？你说好不打扰我师傅的。行，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道长，你年纪轻轻，真不简单呐！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保你们周全。有劳道长，有劳道长。哎，小道自幼在山上生活，生活清苦，本想此次下山来觅得许多乐趣，却不想这宫中的生活竟与山上无二。咱这宫里呀，的确无聊，规矩又多。道长要想找乐子，去宫外呀。宫外？这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多了去了。干嘛呢你？
道长又不是外人。只是小道毕竟是粗鄙之人，身上钱财有限呢。不多不多，才几百两银子而已。只要道长能保住我二人周全，以后在宫外的一切开销，我们二人全包了。两位公公这么有钱呐？那想必这宫中俸禄不少啊。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。对。道长，昨天晚上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方才两位公公说的这些也够热情的，小道呢也确实动了心了。只是二位公公监守自盗这件事情是瞒不过的。道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光知道二位监守自盗，我还知道这仕女图眼下身在何处，已经被你们转移到宫外去了，是不是？道长明察，我们真的没有偷盗。道长，道长，你刚才还说给我们做主来着。唉，我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劝两位公公还是早点坦白吧，别到时让我自己找到仕女图，那可就是证据确凿。两位公公，老实点儿。我还能保证你们不受皮肉之苦。好好想想吧。程大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道长留步。我们招还不成吗？我们说。六王到，六王请。这么急找我来，有什么事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仕女图是不是在你那儿？那几个人还没给我消息，不过应该得手了。得手？太后现在正让天目童调查此事，正在审问两个值班太监呢。在他们当班的时候丢了东西，不审问他们，审问谁呀？你说的轻松，不会是你的人做事不干净，留下什么把柄？要真是节外生枝，可不好收场。那我得问问。母后，进来也不通报声。六王叔也在呀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听说西域进贡了一批果子，来找母后讨要些。你要果子，派个下人来领不就得了，还让你专门跑一趟。这样心更成嘛。我要拿了这些果子，亲手给天目道长送过去。送给天目童？乐平，这天目童你还是少接触为妙。你不喜欢他，还不允许别人跟他做朋友了。乐平，你怎么跟你六王叔说话的？本来就是嘛。你不喜欢天目童，拉拢他不成，还把他关进了天牢。幸亏太后深明大义，把天目道长放出来，才破了案子的。住口！你要果子，我等一下派人给你送过去，但你别想送给那个天目童。母后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去见了他，1个月不让你出门。母后，哼，你们都欺负我，哼！你这个女儿啊，也该管管了。南书房所丢失的那些小物件，确实是我们盗的。南书房向来是宫中的清税衙门，我和徐公公在这里当差，一直清苦。皇上出征后，这里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，再加上宫中案件频发，我们就想能趁机捞点油水。这都怪我财迷心窍，得手1、2次之后沉迷其中，这收不住手了。对不住皇上，对不起太后。停！小偷小摸也就算了，仕女图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也敢偷？我没想过要偷仕女图，所以是真的闹鬼。只是后来，他现形了。
放回去。对，放回去呗。我有个想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是这图事关重大，万一查下来怎么办？这图是怎么捡的？不是偷的。捡的？捡的？捡的？走。图我们二人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还望二位开恩。云大人，开恩呐，开恩呐！开恩？那得看你们的表现。说，图在哪儿？图被我们连夜拿到鬼市上去了。鬼市？那是黑道上有名的小鸡窝，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宝都在那里洗白。据说是黑道上有名的72寨总镖把子洪三爷所开。我们之前拿的那些财宝都在那里交易。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一定要取缔！黑白两道各有秩序，强行取缔的话必定会大乱。我们不如让他们为我们所用。那鬼市在哪？这个不知道。每次去都是到东郊一个饭馆找一个伙计，他把我们眼睛蒙上带过去的。那可有什么街头暗号？有。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想喝点什么，你说不喝，他说不喝你别来，你说改日再喝，他说约在何日，你说7月初1即可。把他们2个带下去。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！师傅，你真行，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把他唬出来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方才我假意在跟他们拉扯闲篇，其实是在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刚才锦衣卫回来告诉我说，2位公公昨天确实假借圣旨出宫去了。我就断定，这仕女图应该是被他们转移到宫外去了。有此一事一诈，他们就招了。师傅好样的，师傅你太棒了，真的，你就比那些某些人强，就知道用刑，啥也不会。师傅你太棒了，我太崇拜你了。他只是碰巧走运了。云相如，你明显羡慕嫉妒恨，你知不知道？眼下看来，我们得到鬼市走一趟了。明天就出发。不行，你得乔装打扮一下。那我回去换套便装。换个女装吧。女装？我们云南人可从来没穿过女装啊。没穿过更好啊，正好让我们看一看。我看你这是故意戏弄我。云姑娘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。这鬼市上全都是江湖人士，这江湖人士里，女扮男装的人可就多了。他们一眼就能瞧出来你有什么目的。如果你打扮成柔弱女子的样子，或许更能迷惑别人。师傅说的对呀。云相如换女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南书房里盗图的，和他们交手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得手了。昨夜在盗图时被神秘人阻拦。你们东瀛忍者不是号称从不失手吗？此人武功极高，我们一时大意。不过请王爷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行了，你去跟本王盯紧天目童，可以让他们先拿到宝图，我们再抢过来。嗨，去吧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化完妆就可以出宫了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喂，你不带我呀？太危险。我不怕危险的。你不能去，我怕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还得救你。要知道，我可是为了仕女图出去的。我好
好久没出宫了，你就带我出玩玩嘛。这样吧，我留你在宫里，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盯紧老糊涂。盯老糊涂？云大人，我不是让你换身女装吗？我没有女装。你们看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喂！喂！道长，公主请你们进去呢。云儿，讨厌！公主，天目道长来了。啊！公主。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你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我？正好我也想问你呢。西域刚进贡了一批果子，我好不容易从母后那儿弄来，来尝尝。我们着急出宫，所以还请见谅。你们要出宫办案吗？那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从来都没出过宫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怎能以身试险呢？还请见谅。那好吧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找公主是想给云姑娘借一身女装，我们要乔装出宫。云指挥穿女装，这倒是有趣啊，我们都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你看云姑娘来都来了，不知道公主……本来呢，我的衣服肯定是不会乱借的，不过看在天目道长的面子上，好吧，云儿，去给云指挥挑件女装，挑件最难看的。云大人，里面请吧。云大人，您在这里慢慢试，我出去候着。这么小，你笑什么笑？你眼睛都笑没了。云大人，还是我帮您吧。来，天目道长，不知这次出去何时回来？办完事情就回。那回来可要在我这儿好好坐坐。我的妈呀！顺眼，太顺眼了！以后你就这么穿。师傅，你看看他，这要是再擦点胭脂水粉什么的，是不是就没谁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好看呢。好，公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多谢。这就走啊？真好看。不是让你找件最难看的吗？这已经是最难看的了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因为云香容啊？唉，没想到她那么漂亮。那又怎么了？天目道长最讨厌她了。讨厌？他们俩水火不容，一见面就掐。昨天小蘑菇还跟我说了，天目道长又捉弄她了。
可我看刚才天目道长的眼神儿，好像特喜欢他。公主，是您多心了吧？喂，干嘛还不走？好，小兔崽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这个狗奴才，老子今天想吃点狗肉，你连个狗你都抓不住你！住手！没事吧？这小狗好可爱啊！大娘，你觉得它可爱？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早就想养一条这样的小狗了。那，您替我收养它吧。好。来，大娘，这有锭银子，你替我好好照顾它。这么客气啊！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养着。谢谢啊，姑娘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了啊！哎呦，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狗，多可爱呀！走啊！大哥，他走了，大哥。请问两位喝点什么？不喝。不喝，不喝您可别来。改天再喝。约在几时7月初1吧。两位可有人介绍？是徐公公和陶公公介绍我们来的。好，两位稍等。绑上。干嘛？站起来吧。来吧，开始转墨吧。停！跟我走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这里有宫里上等的玉佩，
管事的人麻烦出来一下吧。这可是块上等的宫廷玉。谁呀？当什么呀？我们要当一块上等的宫廷玉佩。宫玉呀，我看看。这玉的品相不错，属于上乘，但这不是宫中之玉啊。不能吧？这确实是宫中之物，而且是一个妃子身上的，是她最喜欢的一件事物。拿走吧，这不是宫中之玉，你换一家，他们会给你当的。我不信你，这怎么就不是宫廷玉了？老板，你不会是想压低价钱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做这行之所以做到现在，我要不是守规矩，能做到现在吗？哼，我不信。同样是宫里出来的物品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，走吧。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啊？干脆这样吧，你再换一个人过来，我信不过你。你这小子，我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宫玉。你看看我这块玉，匪中带穗，穗中带匪，这才是真正的宫玉，这叫官玉，懂不？说的就是你，贱人赃俱获，束手就擒吧！哈哈，锦衣卫呀！哈哈哈。不是说好不动手吗？你，哎，道歉就免了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喂，有没有人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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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下三滥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！别做无谓的反抗了。哎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把我们变出去！眼下这四处都是密封的，用法术也没用。所以，我们就在这等死吗？哼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，啊！天天就知道喝酒，没别的事干了。哇，这都可以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臭道士，我们不会困在这吧？喂，臭道士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听不懂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哼，亏你还说得着。
与妖道共困于鬼市，仕女图下落不明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云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就过来看看你啊。公主那边没事儿吗？没事儿。那你坐吧。小蘑菇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好像闷闷不乐的？有吗？怎么没有？明明就有。你看你自己把被子弄的。我没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告诉我，我给你打抱不平。真没事儿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快说。烦死我了。就是那个老糊涂。他把我害的，你说好笑吗？真的很好笑吗？不是连你也嘲笑我是不是？没有。你看这样，小蘑菇，我帮你想个办法，一起好好惩罚一下这个老糊涂，好不好？快，就在这儿。哎，快，大哥，快！干什么呢？嘿嘿，你们两个小家伙，居然要偷我的酒！不是，其实我们是个刚才我们干嘛来了？我们要跟你拼酒呢。什么？拼酒？行，拼就拼！